观众朋友，大家早早，欢迎收看10月27早起新闻，我是麦尚英。头起先，咱要来关心的，就是昨暗时伫宜兰五吉的公营北路发生一桩真严重的车祸，有一台轿车唔知是啥物原因，凶冲去对向的车道，而且佮连续弄2台车，造成1个人死亡，4个人受伤。这个细陈的驾驶伊是当场无性命的现象，送医是救无回来。也那另外4个伤患因是共一口罩，加在拢是轻伤。车身冒气，车头规个拢甲冒气，就知影迄当阵冲击的力量有偌大。38岁姓陈的查甫人，在 Mini Cooper 沿着光荣路桥路南要去路东，唔知什么原因，速度正紧冲过安全岛，去弄到对向2台车才停落。就看到一台就是 Mini Cooper 就整个飞起来，然后就撞到那一台 T 打，然后他刚好又波及到那一台。这台 Mini Cooper 先去弄到红色的日产轿车，车内一家伙啊4个人，包括2个囡仔拢送病院，好佳在拢是轻伤。尾啊，伊个弄到驶伫咧外车道的另外一台马自达，虽然车内1男1女无受伤，不过也惊到坐伫咧路边。开一开，他就飞过来，这样啊，就飞过来了，我怎么知道？就吓到了。Mini Cooper 38岁姓陈的男驾驶当场无性命现象，早便抢救不恢复心跳，不过伤势严重，到暗时也是宣告死亡。跨越车道这一辆事故车驾驶已经有欧卡的现象，那 B 车连驾驶4位，目前送医中。那 C 车的部分，驾驶跟乘客2个是没有问题，平安无事。意外现场停真侪台救援车辆，车拢无法度过。不过为什么 Mini Cooper 会失去控制，连续弄到2台车？警方也搁伫咧调查。记者综合报道。再来关心的是高雄医学大学有学生是做伙订便当，结果煞有20多人是走别搁发烧，怀疑是食物中毒。根据在了解咧，这间店面上无已经有60个人客已经身体无爽快啊。卫生局去稽查，要求业者着要休困到10月30，而且这环境着要彻底消毒。迪卡发文伫咧问，是毋是有学生食某一间便当店的便当了后，身体无爽快。高雄医学大学起科系4年级的学生23中昼因为办活动，甲学校附近的便当店金湖家订大约80个便当，无想到食完了后，有20多人出现落屎、吐，也有发烧这症状，敢若是食物中毒。可能70、80个，然后大概1/4比较严重。有啊，有人去医院挂点滴之类的。学校接报了后，除了提醒其他学生，也赶紧通知卫生局，唔那故意带学生。Google 评论顶面也未少人讲出现落屎、吐这症状。根据了解，这间店迄天中昼卖出410份的便当，到2楼已经有60个人讲食完了后身体无爽快，其中有46个人去医生看，尾后有7个人住院，其中1人伫急诊等待病床。卫生局理事也到店内去稽查。经查，作业场所垃圾桶未加盖，从业人员未体检。未张贴洗手挂图，无冰箱温度记录表，未有常规病媒防治作业，有投保产品责任险。卫生局人员对着共制定科技食品甲环境进行采检，也对煮食人甲就医民众采检人体检体，并且下令业者停业到30进行环境的清洁消毒改善。学校附近蛮多其他选择，我觉得应该还好。而且学校订的其实不会只订那一间。学校4科以外也有真侪餐厅，学生也有真侪选择。2楼中昼便当店虽然无营业，不过依然有员工来店内，业者是无愿意接受访问，不过讲一直真注重卫生，就也伫等待检验的报告，也有伫改善，未闪避应该负的责任。记者综合报道。歌手周杰伦12月要伫咧大巨蛋开演唱会，真侪人拢真期待。也毋过呢，伫咧卖票迄天，台中市的警方就掠到5个工程师是用抢票的软体买到48张票。也那台北市是掠到有票贩仔伫咧面册，互人注文黄牛票，拢总有上百人已经汇款。一入来到网卡内底，拢是要抢艺人周杰伦演唱会门票人。有抢到票的民众也欢喜到叫出来，不过这10个人却是警方锁定涉嫌抢票的非法黄牛。后面有拿搜索票来，你刚才在干嘛？调查发现，4楼的10个人，这5人拢是电脑工程师。23开卖了后，利用抢票的软体，抢买到48张周杰伦演唱会序号，结果以一张加2500到15000块的价销转卖出去。而且也毋是头一摆利用停息来抢买这个演唱会门票，加上会选这个高评款的所在来抢票，不法赚的钱已经有33万块，5人互以上台中检方侦办。
是利用自己撰写的程式或是网络上的程式来改写。那这程式可以自动填写表单，然后并自动点击。台北市警方也抓到涉这面册卖将专业转卖黄牛票4区的查甫人，由工程师的背景，经由这个假口座抢票形式来买热门演唱会门票，才经由面册卖将专业加钱卖出去。一摆周杰伦门票，真热门，大家拢要买。伊就甲网友收一摆2000块到3万块有买门票费用，初步清查有近100人已经付钱啊，准备要买演唱会门票。邱姓犯嫌涉嫌利用大量的虚伪资讯以及不正当的程式取得演唱会的票券的这个相关取票的序号，在脸书社团成立了粉丝专页，高价哄抬贩售相关的票券。警方查扣演唱会门票57张，包含有买票券36张、现金礼券6张这物件。询问了后，伊才伪造文书，违反文化创意产业发展法定，甲伊送法办。台北市对23开始到2月中到12点为止，已经查到加价贩卖这个票券总共60件，62个人。也若各界关心查到这黄牛票后续的处理，台北市长蒋万安讲，会继续甲主办单位来参详，不管是重新搁卖出去，也是做公益使用这用途。记者综合报道。今仔日还阁发生什么款的大代志？咱做伙来关心报纸的重点。自由时报第50届日本众议院大选今仔日投票，执政联盟的自民甲公民两党敢会当摕到过半数的席次，是大家正关注的焦点。也毋过，即马自民党即马是无够团结，这个问题对现任的首相就话无来讲，就是内阁运作的关键。中国时报。桃园市今年8月开始，社会主体严格禁止食薰，若互人发现3届契约，就随到期，袂当搁再继续大。其中8.3号就有一个住户伫10月2号的时阵，互人强制退租搬走，是全国的头一例。联合报医疗自费项目即马是800款，而且逐间收的费用拢无啥共。卫福部年底要试办医疗自费平台，除了甲逐间病院的费用甲产品拢甲写出来，也协助业者咧申请自费介绍的时阵，会当加卡利便，上紧明年初就会开始实施。另外，咱要来关心的就是明年这基本的工资条款，民众的健保费嘛要对得起。卫福部是来有个即马健保投保呢是照薪水来分级，会对10组改到12组。投保上关级的有价是有10万人，逐个月就要加纳831块的健保费，也那咱的健保逐年会当加赚80万元。若身体无爽快，只要摕健保卡就能到强家附近的医疗院所看病，介绍属各方面。因为营业基本工资要起，连带影响民众的健保费用。卫生部有个自明年开始，薪资所得收入较悬的人将会调起健保费。开始预告有1个月的时间，如果大家有什么意见，不用客气哈，可以多讨论。我们希望能够量能来负担。卫生部伫最近有个全面健康保险投保金额分级表修正草案，将投保的组别结构自即马10组增加到12组，其中上加结构投保金额本来是伫27601块到28590块的人，自明年开始，每一人每个月减纳4块到6块，差不多40万人会接受到这个好处。另外，相关结构投保金额自原本219500块。调整成至313000块，每一人每个月平均将会加纳831块，估计影响10万人。过去被诟病说，一些不容易被查到的财产交易以及地下经济等所得，可能会因为现在按照薪资计收健保费的方式，没有办法被纳入，造成不公平的情况。卫生部强调，在有效期间将会收集各界意见，到11月初7为止。有个新制度实施了后，每年将让一组健保差不多86亿，按算伫今年年底公告，明年开始实施。记者综合报道。即摆人是将爱叫外送，也毋过这送回机车线定定乌白停，违规的比例是愈来愈悬。立法院是认为讲，这交通部应该着爱研究机车临时下回的区域，也毋过交通部是讲，这是属于地方自治的权限。骑车来到人客路段的店处下，即早起临时停车的车位甲机车架也阁真侪空位，停车是无问题。
因过若拄到较无闲的时阵，或者是外送去商业大楼无所在通停，就可能被亏单。常在跑的话，你一个月大概也要准备个大概6、7千块在交罚单吧。你一张600块，你开个10张就要6000了。这当然，如果有一个专属停车位也好，但是我觉得。正本清源应该还是要开放一些路段的红线，比方像南京东路这么大、这么主要的一个干道上面来讲，总有上下货吧？那个停车位实在太少了。交通部运输研究所认为，生活样态带动商业模式改变，外送送控组的需求愈来愈大，设机车临时落货区确实有伊的必要，会当减少奥多麦违规停车，也可改善停车格被占用的情形。不过，维设相关区域的款照是地方自治。因为台北市是规划限时机车停车格来引进。目前12个行政区内面已经有30个200块的限定20分钟的机车停车格，予送货人使用。因为外送员密度也正悬的新北市，交通局是认为机车临时落货停车位恐惊正歹管理，对相关需求也搁伫咧评估。记者综合报道。美国要卖咱台湾一批飞弹，甲雷达这个总金额呢是19亿外美金，这是美国总统拜登一任来金额上界悬的。另外呢，在后礼拜也是有空军天亮的操演，咱陆军中台19号的演习是要来展现国军的防卫战略。规划展现在战机的英姿，空军年度天亮操演28日登场，空军先放映影片。甲以往无同，今年评比改以团队营路为主，会进行现25磅训练弹、外线飞弹射击竞赛这5项的竞技项目。火炮射击场面真震撼，28陆军也要举行年度的中台19号演习，由驻防中部的增加506路、南部机部333路2个联兵路进行对抗，会实施24小时拢无停，夜间训练才是减缓训练。演习是采取实兵实车实装的方式来进行，在新竹到高雄地区之间进行7天6夜的实兵对抗演练，希望透过模拟真实战场的景况，来强化部队整体实战化的训练目标。国军展现防卫能力，台美也继续深化军事交流。美国大选进前，美国愿意批准为台湾3套国家先进地对空飞弹系统，也有2款长程的防空雷达，2笔军售总额大约是19.88亿美金。其中国家先进地对空飞弹系统属有中低程地面防空系统，商用功能真大，能配合多种的防空飞弹。这摆飞弹系统案内底也包含123粒精定型先进中程的空对空飞弹，防空射程估计达到40到50公里。美制的飞弹基本上应该是有能力做整合，应该是针对一般的防空目标，也就是我们所谓的这个战斗机或直升机，或者是巡弋飞弹为主要的拦截对象。专家推测，国家先进地对空飞弹系统会部署在大台北周边，强化首都防卫四周围的防空战略。也来总统府是对拜登政府第17摆对台军售表达感谢。另外，团设陆军司令张秋明这军的师团到美国夏威夷出席台美陆预算案年终会议。军事专家陈国明认为讲，各界将领出席，除了深化交流，也会使上激出新的战略思维。记者综合报道。昨是台积电的运动会，这董事长魏德嘉是来宣布要分2万块的奖金，给每一个员工。也那这创办人93岁的张忠谋，伊嘛来参加运动会，伊是坚持要行专程，用25分钟射400公尺，这员工拢大声甲伊拍扑啊！高龄93岁的台积电创办人张忠谋真有精神，牵夫人张淑芬的手，做伙参加台积电的运动会。伫人阵内底，张忠谋坚持家己行完400公尺射场，全场欢呼声不断。不过话阁讲到转来，张忠谋也讲，台积电上界严厉挑战就伫眼前。最严峻的挑战就在眼前。5年以前，我就在这个运动会说，因为台积电的成功，我们已经成为地缘政治策略家的
均加必争之地。台积电一年一届盛会闹热滚滚，除了有真侪台积电已经退休的高层元老加重量级的人士，台积电今年伫海外布局，包括美国、日本厂，原来有员工代表来参加。这也是新任董事长加总裁魏铁卡头一届主持运动会，也对公司内部3大类的职等差不多6万人发大红包。台积公司已经走过37个年头，我自己等了26年才能够站在这里。我们将发放每个人特别奖金新台币2万元。今年会发超过10亿的总奖金，让员工气氛真欢喜。魏铁家表示，今年台积电达到一寡重要的里程，对台积电伫全球半导体产业的角色更加关键，责任嘛更加重。记者综合报道。第22届台湾冬季游行，这主题是共荣甲共生，希望大家会当互相理解。今年是拢总18万人来参加，咱的副总统萧美琴嘛去到现场，也那前总统蔡英文是伫个网络平台表达支持。五彩服装特别的表演，阁有彩星旗伫空中飞。第22届台湾冬季游行26下晡伫咧台北市府前广场闹热起鼓，吸引不少国内外游客，特别来到台北参与活动甲旅游。在那里的话，可能我们还是需要隐藏自己的这个身份，但我在这里的话，我觉得就会能够更加自由的做自己。这样子就是大家聚在一起，其实就是有一种凝聚的感觉。主办单位表示，今年的主题是走向共荣，交织共生，希望大家会当互相理解、尊重每一个人的不同，让所有人拢受到同款权利的保障。我们应该更进一步的去了解各个不同的多元的群体的诉求，以及他们的声音，然后让他们的诉求能够就是纳入政策的讨论当中。现场虽网有落毛毛雨，不过民众游玩真热情。今年总共有194个团体报名参加，分做6大车队进行。副总统萧美琴、行政院副院长郑丽君也拢在场，用行动支持台湾族群的记达。支持性平的力量越来越大。那台湾在大家共同努力之下，也有非常耀眼的成就与进步。台北市长蒋万安、民众党秘书长周如修等人也拢到现场支持。那前总统蔡英文是伫咧社群平台表达支持，因为在伊任内通过婚姻平权的立法，让世界看见台湾。伊也呼吁民众持续对话，共同建立友善包容的社会。记者综合报道。2024国家基建法定会议昨是正式大会第一天，国部会是来报告这几档推测的状况。有澳洲的学者是表示讲，要发展基建，应该就要注重少年辈对本土语言的认同感。这几年，台湾推出真侪台语榜甲音乐，也是电视剧等等，希望透过这作品来互民众在生活中来增加对台语的接触，引起兴趣。10月2日，国家语言法定会议的正式大会，就会邀请澳洲的学者来针对语言政策发表伊的观点。学者肯定台湾目前透过文化的方式来提升语言的地位，不过伊认为爱了解少年家因是安怎透过语言建立自我认同，这是上要紧的。The single most important thing to do is to have discussions with young people and to get them to monitor their communication patterns and then to ask yourself, are we responding? And we only know that by really listening to them. 学者特别强调，语言发展若干那要靠学校教育，定定得到失败结果。伊认为，要互语言继续维持生命力，就加注重少年家的参与度。也在正式大会当中，文化部、教育部等相关部会嘛伫咧现场向民众报告，来检视语法中心的进度，甲教育部在推行本土语言的状况。语法中心目前这个组织法已经出了行政院，进入立法院了。在这个会期里头，我们会开始进入一个审议的过程。所以简单说，在第一次大会里面的几个结论，其实我们都有了下一步的步骤，然后现在都在进行当中。总共有超过300间的幼稚园，1100班的迄个班级那么来申请本土语言的浸润式教学的相关的这个计划其实办这么多活动上重要就是会当互咱大家呢，就会当伫咧生活当中就会当
来接受咱的保护。原来礼拜27是正式大会的第2场，除了要针对教学现场，也有国家研究专职机构2大主题来讨论。最后，各部会嘛会针对本届议法会议所讲到的议题来回应。文化部嘛表示，议法会议的成果除了会做政治规划的参考，嘛希望通正做各族群之间意见沟通的平台，减少误会甲冲突。记者卢尚如、邱兆阳平东报道。今年是美丽岛事件45周年，有剧团是特别甲美丽岛事件甲世界文学暗点家来结合，创作台语的舞台剧《暗岛》，希望大家会当来了解台湾民主自由的过程。亲像你拄则宣布的代志，人咧徛游行要争取自由啊、民主开放啊，迄是百姓的权利呢。演员排练的时，正投入伫个故事内底。这是以美丽岛事件做背景，人民去街仔路游行，争取家己的权利的舞台剧《暗岛》，结合世界经典的文学《暗点家》，佮有影响咱台湾民主的美丽岛事件，用台语讲一段人走找自我、社会追求民主的故事。包括同志的人权啊，包括少年朋友因对即马的社会甲时代有啥物款的看法，这拢是阮伫戏剧内底要呈现的。这个世代迄样的高中生学生啊，可能就是较无咧接受到本土语言，啊，因若有这个机会直接为剧场内底哪做哪学，我感觉就是真袂歹一个体验啦。剧团也表示，即届有高中生对学台语开始头届搬台语舞台剧。另外，伫剧团担任台语指导的吴玉祥老师，即届也转换身份，落去搬戏。伊也表示，看到大家正投入学台语，是真感动。你爱写本土的故事，大家才会感动。啊，感动了，才甲世界都连接。啊，我感觉真感动，讲这拢是因大部分拢是志工，虽然演员拢是无讲真有经验，啊，毋过大家拢真有心。啊，学台语，啊，背台词。剧团第4人称表演系对2004年一路行来高达20年，过去用议题结合戏剧行入学校，除了有专业的剧场人才，其他大部分拢是教育现场的老师。这几年因为伫教学的时发现本土语言有断层，才有搬台语戏剧的想法。咱若这出舞台剧会伫11月初扮演。记者张家佳、柯敏哲新北报道。今仔日天气到底是如何呢？天气报你知，带大家做回来了解。北部地区24度到31度，中部地区是25度到31度，南部地区24度到31度。东部地区是24度到30度，也有外岛地区24度到29度。以上就是这则台语新闻，感谢你的收看，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咱再相会。